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8月26号。这一期啊，咱们聊一篇报道啊。这个三联生活周刊啊，它在这个月初啊，它有个报道是关于在非洲打工的中国年轻人。这个报道也挺有意思啊，因为当下大家都知道，在国内工作不好找，对吧？年轻人毕业就失业，有工作的也是岌岌可危，非常担心自己被裁。即便不裁，对吧？到了35岁，好像自己都没了那个底气啊，再干下去，对吧？到了35岁就基本上知天命了。每一天都是最后一天，这就是当下的就业的一个现状，对吧？这个根据统计局给的数字，7月份，对吧？这个16到24岁青年失业率啊，是不是又达到这个创第2高啊？这个都是咱们啊切身感受，这个就业非常难。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有很多人啊远走他乡啊，出国，有的去什么澳洲，有的去加拿大，有的去欧洲，很多人去日本，但是有更多的人选择了去非洲。这个三联生活周刊啊，它是采访了3个年轻人，这3个年轻人分别是驻非国企啊，也就是在非洲的那些国企啊，在非洲的这个分部啊，还有初创贸易公司和大型驻非科技公司工作。其中啊，还有人选择了留在非洲自己创业。这个讲述的是新一代年轻人出海故事。所以我们根据这个三联生活周刊啊，它的报道，我们看一看啊，这些在非洲闯荡的年轻人，或许对我们啊也有所借鉴呢。第一位主人公叫罗宾，24岁，财务专业，他是在尼日利亚做管培生，考研创业失败后，通过校招去非洲。这个罗宾说啊，他是在安徽一个小镇上长大，初中到县城里上学，爸妈在外地务工和照顾妹妹。我就是他本人呢，是和外婆一起长大的。这个啊，很多农村的孩子都这样，他这不是特例啊，他这个是个普遍现象。孩子不是跟着外公外婆，就是跟着爷爷奶奶。他说来非洲是我第一次出国，直到现在，我妈妈还以为我在非洲的首都尼日利亚，也就是他父母恐怕都不知道非洲是一个州的吧，他以为是一个国家，那尼日利亚是首都。选大学的时候啊，他说我想去大一点的城市，就选了重庆的一所普通一本读财务。到了去年毕业季，我一开始就错过了秋招的最佳时机，因为我当时还在忙着参加商业创新活动考研，结果创业活动里所有环节都做了，就是卖不出去产品，考研的结果也很惨烈。这种情况下，2023年初我开始赶紧找工作，那个时候还是口罩期间呢，也不容易啊。说后来拿到手 offer 有4个，其中包括深圳一家互联网公司的项目助理，重庆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营销管培生，月薪在18000左右啊。2023年的房地产公司，那你说这工作叫鸡肋啊，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啊。这个罗宾说啊，但这2份工作我都不是很满意。后来辅导员告诉我，再投一投校招的企业吧，我就投了现在这家公司。他说在那之前啊，我完全没有想过出国工作，也没有想过非洲这2个字会和我有半点关系。但是经过5轮面试，我拿到了这家尼日利亚公司财务岗位 offer， 月薪15000，刚毕业啊就能拿15000，虽然在非洲啊，这个也还可以啊，这个就是年薪18万呢，你刚毕业啊。他说加上对非洲的商业有好奇心，我就和家人商量，先来挣2-3年的钱，然后要么跳回国内，要么再去欧洲读研究生。家人也支持我。他说这是一家把美国车卖到非洲的小型创业公司，老板和大部分员工是中国人。初创企业的好处是我有很多机会和老板直接沟通学习，缺点则是公司很多方面都没有人做，管理比较混乱。也正因为公司的管理问题，另外2位校招生同事刚待了半年就离开了。他说我的岗位虽然是财务，但我什么杂活都干过，给公司养花喂狗到财务、市场营销、门店运营、仓库的线上化，基本上除了销售之外的工作我都接触过。当时我每周要上6天班，工资还在承诺薪资的基础上打了一些折扣。我入职后，公司告诉我头半年都算实习期，工资只付80%，还要再扣五险一金。这五险一金是必须扣的，这个对吧？很多大学刚毕业的学生不了解，你的合同签的那个工资啊，那都是账面，对吧？实际上你7扣8扣的，你还扣你的这个个人所得税呢。不过即便如此，业余时间我还是和朋友做了一档关注非洲年轻人的播客《非聊
要不可。因为我和在非洲的其他伙伴讨论下来，得出一个观点，说你一定要找到你工作之外的第二个支点，一个能让你持续投入时间的东西，不然下班后的时间太无聊了。那恐怕也是啊，你身在异乡啊，尤其是非洲，恐怕更加无聊。他说无聊的主要原因是外出不便。他说我和同事们住在公司提供的一栋别墅里，一人一间房，离公司很近，司机接送上下班，小区是高档小区，内部就有健身房、游泳池，很方便。就是一旦外出需要跟领导报备，安排了司机和保安同行才能出门，包括去菜市场买菜也需要保安跟随。那这个尼日利亚恐怕保安全是个问题。不过啊，能够住公司提供的别墅，对吧？一人一间房，上下班也司机接送，这个待遇啊，在国内他是享受不到的。国内得自己找房子，还得自己付这个租金。他说公司这样安排，据说是因为本地另一家中资企业发生过一桌员工在餐厅吃饭被全部劫走的。这尼日利亚还挺乱的。他说不过我自己接触的尼日利亚朋友特别友善，有一件事让我非常难忘。在我休假回国之前，几位当地同事为我组织了一个小型聚会，他们的工资都不高，每月1000多人民币。那你想想啊，这个中国的大学生啊，刚毕业就15000，那非洲当地人才1000块钱，是他15倍啊，对吧？工资你要对比，跟当地的这个人的收入进行对比。这个虽然每月啊只有1000多人民币，他说，但他们花了大概150元买了烧烤、啤酒、红酒、饮料去和我告别。在聚会上，他们和我说：“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中国人之一。”他说：“我们都希望你能再回到这个国家。”他说：“但是如果你不回来，我们也能理解。”说曾经有人问我，如果有一天我离开非洲，有什么东西可以留念？我觉得就是当地人，和他们的交往真的颠覆了我的想象。他们非常友好，非常善良，非常热情，还会在工作中鼓励我。而以前很少有人会鼓励我，他们会说：“罗宾，你是一个特别棒的人，你做的工作很了不起。”他说：“接下来这一年，我会想一边从工作中学习做生意，一边看看创业的机会。我还没有很明确的事业目标，不过我始终坚持不当螺丝钉，这是我的一条底线。我认为赚钱多少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能让大家看到我的价值。我最近就在构思一个面向非洲女性的时尚品牌，虽然具体想法还不清楚。”他说我对未来的看法也跟女友有关，他还有1年就要研究生毕业，马上也面临工作选择。我们是大学同学，相识也有5年，过去整整1年都异国，我觉得挺愧疚的。他的家庭条件比我好，又是独生女，一直在重庆长大，大概率也会留在重庆工作。他说这次我回国休假，我妈就很不想让我回非洲。他说你可以在重庆找一份工作，陪着女朋友安定下来，不也挺好的吗？虽然女朋友的父母目前很支持我在非洲历练，也没有提及买房结婚的事，但我自己也会思考这些。我想再给我1年时间看看吧。第二位主人公叫渣渣，26岁，法语专业，在几内亚做市场推广。这个渣渣说我出生于湖北某小县城，爸爸妈妈做点生意，家庭算小康。我自己从小学到高中上的是县里最好的学校，成绩中等，普普通通。但我一直想离开小县城，甚至想离开湖北，所以高考后选学校，我就往省会城市报，志愿全是小语种专业，后来就被录取到南昌一所2本学校学法语。在学校里，我们院的领导很多跟中国驻非企业关系不错，常和我们推荐非洲，介绍在非洲的学长学姐给我们。学长学姐们传回来的照片，非洲的建筑、水果、人们的衣服全都五颜六色，热情奔放，生命力十足。那时我就想，非洲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而且听起来好酷。根据学长学姐们介绍在非洲工作，中国国企的话，本科毕业生一般年薪都是15、16万，公司包吃住，等于吃住花销都能省下来，特别能存钱。所以大2我就和爸妈提起要去非洲的事，他们没有当真，只说你不要命了吗？干嘛去那种地方挣钱？后来我真正动念去非洲，是因为想去法国留学，我发愤图强的准备了法语考试，但最终还是不忍心花父母辛苦赚的钱去支付1年20万的留学费用。我就告诉爸妈想去非洲赚学费，他们也同意了。实际上法语专业就业面其实很窄。2019年本科毕业时，我们班30多个同学大部分都去做外贸了，有6、7个同学继续读研，还有1个做了法语教师，剩下4个来了非洲，其中就包括我。读这种语言只能去做外贸
他说我是大四校招时啊投的一家中国驻非国企，在非洲做工程的国企，我的岗位是翻译，当时全公司只有1、2个翻译，所以和非洲人打交道的工作我几乎都要参与。非洲人讲法语口音很重，我一开始完全听不懂。我记得最难受的一次是我第一次被公司派去给同事办签证，因为一句话没听懂，被签证官拿纸甩在了脸上，但还是要忍着眼泪把表填了交上去。真的开始在非洲工作后，才发现曾经学长学姐们在朋友圈晒的都是最光鲜的一面。我当时在国企办事处，在封闭园区，1道铁门进出，里面有一个小小的篮球场，办公室、食堂、员工宿舍都紧紧挨在一起。我每天从办公室走到宿舍只需要1分钟，领导有事的话，在园区的无论什么地方随口喊一句我都能听见，所以工作和生活根本分不开。出园区则要打报告，我的性格也比较纠结，只能干脆少出院子。还有一阵子，领导从国内回到园区需要隔离，我们就搬去了工地集装箱住了20天。洗澡要去水泥蹲坑公共厕所，厕所的墙壁缝隙里常有蜥蜴爬进来。这个非洲就是一个动物园呐。他说也许是因为第1年在非洲太苦闷，那一年结束的时候，我把辛苦赚来的工资挥霍一空。随后因为疫情，公司经营困难，2个翻译要减成1个，我被延期开工。考虑到自己本来就不喜欢这份工作，我主动辞职了。他说失业后啊，一开始我想找国内的外贸岗位，但上网一看岗位信息，发现这类工作都在1线城市，工资一般只有7、8千，租房就要花掉3、4千，加上当时我姐姐在北京工作，每天通勤要3个小时啊，这个就是常态啊。实际上很多大学毕业在北京刚开始其实就是7、8千的，这都是还算不错的。完了之后你租房要2千、3千，你要租房便宜也行，那你通勤时间就长，对吧？你可以租的便宜一点，你租到燕郊去，那恐怕1000也行。那你上下班恐怕就要4个小时，对吧？你要非要这个住的离公司近，那恐怕你那个房租就得4000，对吧？那你基本上啊叫月光，你那工资交完个税、交完社保、交完房租，恐怕也所剩无几了。他说，所以2021年4月，我又选择了一家面向非洲的私企。公司主要业务是销售电视机机顶盒。他说这次我在的地方是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科纳克里啊是个基础设施一般的城市，当地还没有集中处理垃圾的地方，垃圾都是通过排水管道排向大海，沙滩上全是垃圾。他这次我做的是自己感兴趣的市场推广，工资也涨了，每个月2万多人民币。在之前公司里，中国人和非洲人是分开工作的，在办公室根本看不到当地人，但在这家公司，我们和当地人同坐一间办公室，会在一起开玩笑聊天。中国人和本地人的薪资差距很大，中方员工的工资按国内水平发放，非洲员工的工资则按当地水平计算，一个月只有700人民币左右。大家的工作也不太一样，中方员工一般是指导和监督，非洲员工则是负责落实，比如调试电视、维护基站、剪视频等。非洲员工工作的节奏很慢，早上来办公室先冲一杯咖啡啊，便宜有便宜的道理，对吧？人家才700一个月啊，你还能指望他干什么呢？所以说啊，早上来先又再喝一杯咖啡，吃上黄油配的面包，工作了没多久，又到了中午祈祷时间，再工作2、3小时就下班了。有时候一天工作能做3天，如此一来，中方员工想赶工也急不来，渐渐就把工作节奏放慢了。在这家公司，下班时间都属于自己，我周末一般会到市场上转一转，尝尝当地的美食，当地国庆节时也会一个人去集会上看他们跳舞。但总的来说啊，这边的娱乐活动很少。下班之后，我通常就是去健身，然后回家洗澡睡觉。为了打破这种无聊，我基本每半年会旅游一次，至今已经去了8个非洲国家，每次7、8天。他说不过啊，非洲的机票真的很贵，国与国之间单程票卖到4、5千块。现在几内亚对我来说已慢慢失去了吸引力。不过即便如此，当我坐在车上看到大幅的壁画和涂鸦，五颜六色，还是忍不住多看几眼。他说现在啊，除了从国内买衣服，每个月要花3、4千，还有每年旅行要花2、3万，我一年能存10几万。我准备再过1、2年，等我差不多28岁的时候，就会存够钱去欧洲留学。我妈妈其实特别希望我回国，我自己也一直将非洲当成一个中转站，因为在这里我无法陪伴父母，也很难解决婚恋问题。2022年我在国内休假完，和家人告别，重返几内亚的途中，我对自己说啊，希望这是最后一次来非洲常住。但是摆在他面前的啊，那依
然是迷茫。虽然在非洲已经待了4年了，但是真的说要回国，那你回国能干什么呢？在非洲，大家都说一日非洲，终身非洲，逃不走的非洲。那意思就是说啊，在非洲待时间长了，时间越长，你越难适应国内的生活。但我觉得，既然来了，就要面对这一个逃不脱的问题，所以还是把握当下比较好，不去想那么多。如今我那些本科毕业后读研的同学也毕业了，他们中好几个人在请我介绍非洲的工作。你看看，实际上啊，通过这2个人说明啊，你选择好的话啊，去非洲还是不错的。大学刚毕业对吧，你就能一年拿个15、16万或者17、18万的，完了那样基本上也花不了什么钱。你要稍微节约一点，对吧？干个3、5年，你就已经赚了存了7、80万。但是在国内啊，大学毕业3、5年里面，那很多人的时间就不知道怎么浪费掉了。这3、5年还在到处碰壁啊，好不容易稳定下来找一个工作，干个几年就35了，又进入动荡不安，然后你基本上也存不下什么钱，对吧？所以说这就是去国外上班的好处啊，即便是去了非洲也还不错。甘蔗没有2头甜，到了非洲肯定有非洲不好的地方，是吧？寂寞。这个第3个人就是叫哈里，26岁，日语专业，在南非裸辞后就地创业，这是在南非还创业的。他说我来自西北一个省会城市，我爸退休以前是老师，我妈是公职人员。读书时我在家族里所有亲戚同辈当中是学习最好的，爸妈对我很放心，也从不干涉我的选择。自从我考上省内最好的高中，我就感觉自己在家里有了最高话语权，通常是爸妈来问我的意见，而不是反过来。后来我以全省文科100多名的成绩考上了上海一所985大学。选专业的时候，我首选了语言类，觉得语言是实实在在的工具，不像文史哲显得虚无缥缈，不好找对口工作。加上我小时候喜欢日本动画片，就选择了日语专业。我大3去日本交换了1年，回来后发现同学们全部已经拿到 offer 了。我当时很慌，因为原本以为大4才开始找工作，于是赶紧在学校里报了一个语言课，延长了1年毕业。我没有继续读研究生的打算，我觉得不如把时间花在社会历练上，所以多出来的1年，我到2家知名外企实习，做市场方面工作。我运气很好，大50是2019年，疫情还没开始，还没有太多人提到就业难。那年秋招，我拿到了各种大公司的面试机会，最后选择了 W 企业的管培生。W 是一家国内顶尖的电子产品企业，以后放在简历上会很好看。他们给我开的税前年薪23万左右，薪资待遇也很好，所以算是很好的工作。但没想到一入职，我就对这家公司失望了。单从面试的体验特别好，地点在高级酒店，全程有西装革履的引导人员指引流程。但确定入职后啊，说人力资源同事来问我的意愿，我就说想留在上海。结果入职的前1、2周，我被告知分配到宁夏，我当然不愿意，但签合同同时又同意一切服从调配，所以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在宁夏1年，我是忍着干的，每天早上8点半打卡，工作到晚上10点、11点，每周还有1、2天晚上要2、3点才能睡，因为要赶着发会议材料，因为感觉自己就像一架工作机器。那时候即便下班晚，我也一定要打打游戏，看看综艺。除了工作时间太长，公司在宁夏的团队项目预算也少，写报告就像在编材料，要把一张纸说成金子。实际上宁夏还可以吧，宁夏叫塞上江南呐。那所以说工作半年后啊，我就开始规划离开，就要离职了。一位同事告诉我，南非缺人，能尽量安排我过去。南非的岗位在约翰内斯堡，我先参加了那边的面试，得到的信息是说公司在那边资源和预算都给得多，工作上有很大的自我发展空间。我想着非洲这个地方自己没有去过，就当去公费旅游了，也挺好的。至于那里社会环境，我查了新闻报道，知道南非并不算落后，基础设施挺好。重点是啊，去南非的话，我的工资几乎可以翻番，因为越艰苦的地方补助越高。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外派人员 ，W 公司会给离家补助和艰苦补助。南非的艰苦补助每天30美元，那就200人民币啊，对吧？一个月就6000呢。但比日本是发达国家，外派就只有离家补助，没有艰苦。这感觉好像说的是华为吧？这样一来，调职去南非，我1年能拿到45万到50万的税前收入。我想，既然公司在国内不给我涨薪，我就通过出国自己给自己涨薪。2020年10月，我来到了约翰内斯堡，这还是可以的啊。人算不如天算啊，他到了南非之后，公司业务又发生变动，也要把他调到这个中东，那他就不愿意去中东了。
公司很冷漠的让我自己想办法内部转岗，然后他就想啊，不再为这公司付出了。今年3月正式离职。他说离职后啊，我没有立刻回国，相反，在我看来，南非人口接近6000万，是非洲最富有的国家，应该有很多机会。他说当时我有2个朋友在南非做电商，做的挺好的，我自己也有做零售的经验，也接触过电商，就开启了电商平台，从国内进一些小的电子产品，比如剃须刀、充电宝卖到非洲。现在啊，说1个月可以有1万左右的收入，虽然赚的钱比以前少了，他说但是我可以好好休息，这些是在之前的工作中办不到的，而且他这个是刚起步啊，往后说不定会越来越多啊。这个3联生活周刊就通过这3个人呢采访，给大家描绘了一幅啊，就是大学一毕业跑到非洲去上班，去非洲发展的一个状况。实际上，就恒大暴雷的时候啊，咱们那个时候就说了，年轻人对吧？如果你在国内找不到工作，不如啊出国。当然了，首选啊去那些相对发达的地方，比如说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地方，生活成本高，但是它收入也高。如果这些地方不行，对吧？非洲其实也可以去，但是要去那些相对安全的地方。因为非洲毕竟很大啊，国家也比较多，有的地方还比较乱，但是有很多地方实际上很发达，也很富有。我讲个亲身的例子吧，就是我的一个初中同学，实际上我们以前上初中的时候关系非常好，因为我们2家离得不是特别远。初中的时候啊，就是我是经常抄他的作业，都是他先把作业做好，对吧？然后我把他拿过来一抄。后来上高中的时候呢，他就考到另外一个高中，从此见面就比较少了啊。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啊，现在有微信，对吧？有手机，联系很方便。那个时候其实联系非常麻烦。我跟我那个同学啊，最后一次见面是在高考考场上，我们俩正好在一个考点，但是不在一个教室。他在隔壁教室，我在这教室。好像第一场考完之后出来透透气的时候，正好我就看见他了，就巧了。我问他考得怎么样，他说他好紧张，紧张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因为是夏天嘛，那时候不像现在有空调啊，有电扇，那时候啥都没有，就把窗户打开通风。结果那天有点风啊，然后这风一吹啊，他连那个卷子他都摁不住，就是他紧张到那个程度，整个人好像飘的，风吹到卷子上面，他摁卷子他都觉得自己摁不住。我说你太紧张了，你放松一点。结果啊，他那一年他就没考上，他第2年复读考了个大专。这是我听别人说，因为那是最后一次见面了啊，就后面就没见过了。去年回家的时候，对吧？听我们家里人说，他后来不知道在哪个单位上班，总是在安徽啊这个地方，后来就结婚，后来离婚了。离婚之后，他好像就机缘巧合吧，他怎么就去了非洲？他在非洲又结婚了，带了一个黑人女子啊，老婆是黑人，恐怕前2年带回来过年。就这么一个人啊，就是心理素质不是特别好，但是学习还可以。他的 B 级了，你看都走了非洲，那至少现在还可以吧？只是他在非洲干什么，对吧？过得怎么样？这个就像这个3联生活周刊这个采访的一个对象说的一样，他父母根本就不知道非洲在什么地方，非洲是干啥的，就农村里，对吧？也说不清楚。但是你想，他能跟非洲人结婚，对吧？那有个非洲的老婆，那说明他在当地混得还不错啊，对吧？在国内想娶个老婆很难呐。几个月前啊，我在安庆这个叫公安局办证大厅，还叫什么出入境什么办证大厅啊？我去那儿办这个港澳通行证，结果我发现那个大厅里面全是一看就是非洲的，大部分都是女的，有的还抱着孩子。也就是说，在安庆有很多人像我同学一样娶了非洲人做老婆。今天为什么讲这个话题呢？是因为啊，现在这个就业形势比较严峻，对吧？大学生一毕业就失业，35岁找不到工作，大家越来越焦虑，越烦躁，压力越来越大。实际上啊，要结合自身状况，不行就走出去。人挪活啊，树挪死。人往高处走啊，水往低处流。既然在国内你找不到工作，那你就去国外。去不了加拿大、澳大利亚，那你就去非洲嘛，对吧？不行，那马来西亚甚至印尼、越南都可以啊，对吧？不要把眼光就盯在国内，你不走出去啊，你不去试一试，你都不知道你的能力有多大，你的能量有多大，对吧？你的小宇宙有多大。35岁的码农完全可以到非洲去找机会。现在我们国家在，对吧？企业出海，这个是怎么说呢？是一个方向啊，也不可逆。那我们作为个人呢，也得，很多人就担心啊，说我这个适应能力不行，然后我这个语言也不行，对吧？也不会英语，不会法语，这个都不重要啊，对吧？你只要有一个学习的心，有这个决心，有这个毅力啊，这都不叫事。当然了，安全，那无论你在哪儿都要注意安全，对吧？没有什么比穷更不安全的了，对吧？你连穷都不怕，你还怕什么不安全？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